师傅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小气，打不过恶龙就拿我来撒气。走。家主，你可是南省第一世家的林家家主，你和林总都亲自登门了，他们龙虎山也不知道派个人出门来迎接一下。这龙虎山天师观可是道教祖庭，不可胡言乱语。哼，爸，爷爷现在病重，我们来龙虎山干什么呀？难道是给爷爷祈福的吗？我们是来找新任至尊天师的，现如今恐怕只有他才能救你爷爷了。爸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我们现在应该去寻访名医，你指望一个修道的天师能救爷爷吗？你不懂，至尊天师那可不是一般人。这儿。这位道长，请问新任至尊天师可在观中？你们找他做什么呀？实不相瞒，家父得了一场怪病，寻遍国内外的名医，全都束手无策。听闻至尊天师医道无双，特意前来寻医问药。爸，你还真来这道观寻医问药啊？是啊，家主，这些道士神神叨叨的，只会修道，哪里会什么医术？对，你说的都对，生病就得去找医生啊，来我们道观做什么？你们懂什么？至尊天师不仅道法通玄，医术更是无双。请道长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，麻烦代我向天师通传一声。不用通传了，天师很忙的，不接外客。走，快走！道长，爸，你跪下干什么呀？你跪，快点！道长，求求道长代我向天师通传一声吧，家父实在是撑不住了。我这卡里有5000万，就当是给您的辛苦费。哎呀，起来吧，看你也是个纯孝之人，钱这种外物啊，我不当回事的。帮帮你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父亲是天人五衰，很棘手啊。故弄玄虚，请道长一定代我向天师通传一声。我听说新任天师不仅道法通玄，比上一任天师逍遥真人还要厉害。沧浪江水灾的时候，他是用通天法术一剑拦江，免去了灾祸，所以他一定有办法能救救家父。爸，你这说的比神话故事都还要神。就是嘛，这世间哪有什么神话传说呀？要相信科学，生病就得吃药嘛。来，这瓶药拿去给老人家喝下。且慢，道长，这药真的有用吗？药已经给你们了，用不用就看你们自己了。赶紧回去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他都没看过林老的症状，就随便给了一瓶药，这药不会有毒吧？爸，我们去寻名医吧，这药来路不明，不能乱用啊。不行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我必须得见到天师才行。道长，我……呀，爸！刚才那个小道士呢？飞什么？剑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家主，你也觉得小道是贱是吧？随便给出点不知道什么的东西，就想让我们带回去给林老吃，这不是害人吗？你把东西给我，我去扔了吧。慢着，今天我们算是遇到真正的世外高人了，他给的灵药一定能够救你爷爷。世外高人？有多高？像天那么高。走，我们快点把药送回家去。走。哎呀，爸！师傅，
练功呢。我地都扫完了。臭小子，进来吧。师傅，如今我已经继任至尊天师之位，可是我还有尘缘未了，所以想要下山一趟。为师知道你平时看似大大咧咧，没个正形，可是你心里一直记着10年前你叶家的灭门之仇。灭门之仇不能忘，更不敢忘。你的仇家是古武界顶级世家的赵家，以前我不让你复仇，那是怕你出危险。师尊的拳拳爱护之心，弟子敏感五内。你的天赋亘古未有，只花了10年时间就修炼成了唯一的在世真仙，成就和实力都超越了历代的天师。你可以下山去复仇了。我一定会让赵家和他们那群走狗血债血偿。徒儿啊，这世上不是只有仇恨，还有爱。这是当年为师下山游历之时，曾为你和京海柳家之女柳如烟定下的一道天道婚约。你此次下山，顺便把婚约给履行了吧。师傅，你还兼职媒人？此乃天道婚约，不可忤逆。柳家之女姿色出众，抱你去了不会后悔。师傅，你这嘴脸还真像个媒婆。等会儿，了却尘缘之后，记得肩负起至尊天师的责任，匡扶天下，庇护百姓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去吧。走了。哎呀，终于可以下山了。这不是龙虎山上那个小道士吗？怎么突然在我眼皮底下出现了？师傅给安排的婚约对象，应该就在这里吧？好的，我马上来。张先生，生意如何呀？太辛苦了，皇上，求您辛苦了。这你们呀，还是留走。走吧。来，这。恭喜恭喜，夫人！这次柳家得到了林家的100亿投资，以后可就飞黄腾达了呀！哎呀，这个得多亏我女儿的男朋友林少啊！林少，那可是南省第1世家，林家的嫡系啊！等你家如烟和他结婚了，你们柳家可就能在南省横着走了。是啊，恭喜恭喜呀！怎么庆功宴上来了一个道士？你好，我是叶星辰，我是来履行婚约的。什么婚约？我师尊曾和你们柳家家主定下了我和柳如烟的婚约。你个臭道士，不在身上好好清修，还想着结婚？赶紧滚！本小姐可不是你有资格惦记的。你错了，我对你其实没有爱，而是责任。天道为证，婚约天成。我如果不跟你履行婚约的话，会让你们柳家大难临头的。这真是你爸的字迹啊！
岂是老糊涂了吗？把我许配给一个臭道士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准备后事吧。爷爷，爸，大伯，老爷子都病成这样，你还整天不着家，是想趁机多捞点家产是吧？我们是去龙虎山天师府给老爷子求灵药去了。老爷子的病，连4大名医之首的张神医都治不好，难道你真从龙虎山天师那儿拿到了灵药？我们没见到老天师，老天师闭关了。这药是一个扫地的小道士给的。一个扫地小道士给的药你也敢拿回？你是想害死爷爷是吧？啊！那是世外高人，他给的药肯定没问题。大伯，如果你非要把这个扫地小道士给的药喂给老爷子，也不是不行。如果救不活，你必须负全部责任。你又打什么鬼主意？如果救不活老爷子，林若雪就必须把林氏集团总裁的位子让给我。大伯，你也必须把林家家主的位子让给我爸。爸，好，答应。爸，他就是想抢夺林家的控制权，你不能上他的当啊！我相信那个小道士是个人物，他肯定不会骗我的。快！哎呀，这药它不管用啊！林万国，现在立马把林家家主的位置让出。哦，林氏集团的总裁的位置，赶紧转给我吧。好，林万国向来一诺千金，不就是想要林家吗？我给你们。这是诈尸了。爸，你好了。这小瓷瓶竟然有起死回生之能。什么药？爷爷，这是我和我爸去龙虎山为您求的药。这是龙虎山老天师逍遥真人炼制的圣药九转大还丹呢。哎，你们在龙虎山上见到老天师了？我们没见到老天师，这是一位扫地的小道士，被我爸的孝心打动，给我们的。既然不是老天师出手，那爷爷的病一定是我请来的张神医治好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爸跑了几千公里，又是给别人下跪，又是给别人磕头的，你现在想抢功劳，你简直可恶至极！狗东西，你是在不如我一个苦无大宗师的判断力吗？你还想抢林家？给我滚！看什么看？再看老子弄死你！滚！老东西竟然没死成。算了，现在火气很大，找柳如烟泄火。林老的病好了。沈秘书，赶紧再去安排一下，我们再去一趟龙虎山，好好感谢一下那位小道士。不用去龙虎山了，我刚才在金海酒店看到了小道士，他好像是要去参加柳家的庆功宴。在京海的庆功宴，那太好了，我亲自去。走。哎，小叶啊，现在啊时代变了，你不能拿着一纸婚书就要我们把女儿嫁给你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你的意思是想悔婚？怎么，
你个臭道士的婚，我堂堂柳家大小姐还悔不得了？婚姻大事讲究的是门当户对，我们如烟这么优秀，岂是一个你小道士有资格惦记的？我其实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之所以要跟他履行婚约，是出于善心，不想看到你们柳家受难罢了。放肆！你居然敢咒我们柳家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如烟要嫁的是林少，成为林家的少奶奶。什么林少？把柳家豪给我叫出来！今天是我柳家获得林氏集团100亿订单的大喜日子，谁在吵闹啊？哎呀，他呀就是这个小道士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邋遢的牛鼻子老道的徒弟？柳家豪，你就是这么称呼你的救命恩人的？哼，我又没有求他救我，是他自己要积德行善，他在我身上刷功德，我还没找他收费呢。小牛鼻子，你就好好的回你的山上修你的道，我们家女儿你把握不住，对林少来。就是人家林少追我们家如烟，直接就帮我们柳家接到了林家的100亿订单，你能为柳家带来什么利益？我能为你们柳家带来什么利益？当年我师尊可是救了还是赌鬼的柳家豪一命，后来我师尊觉得他可怜，就以折损5年寿元为代价，用大神通及天地之气帮他逆天改命，这才使柳家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在京海成为了排名前10的世家。这就是我能为你们柳家带来的利益，够不够多？我柳家能有今天，是靠我柳家豪努力拼搏，绝不是靠那什么牛鼻子老道掐诀念咒得来的。我师尊折损寿元帮你逆天改命，可是你们柳家却背信弃义，难道你们已经做好遭到天道反噬的准备？什么天道反噬啊？我师尊当年在签下这门婚约的时候，曾焚香祷告上有天地，若是你们柳家背信弃义，则会触犯天道，将会遭到天道反噬，家破人亡。这说的好吓人啊！还什么上表天地？据我所知，当今世上有这份通玄之能的道修，只有龙虎山上老天师。你是不是想说你的师傅就是龙虎山上老天师啊？没错，家师道号逍遥真人，正是龙虎山老天师。龙虎山可是道教祖庭，那可是堪比古武顶级世家赵家的存在。你一个穷酸道士，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？还真是一群鼠目寸光的小辈。爸，柳家豪，我问你最后一遍，这婚你确定要毁？哼，我柳家豪不是吓大的，今天这婚我柳家退定了。我就想看看什么是天谴。真太邪门了，晴天霹雳啊！哼，现在是梅雨天气，响起声雷，邪门什么？这只是天谴开始的预兆。哎呦喂，你个小牛鼻子，你还敢咒我柳家呀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直接打死！是。等等。喂，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爸，发生什么了？我们家3艘货轮全部在海上沉了，受此影响，我们柳氏集团的市值狂跌2/3，我们柳家半只脚已经踏入破产的边缘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柳家背信弃义，遭到天道的厌弃，破产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是人亡。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，我柳家绝对不可能会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腿没有知觉了。快去把轮椅拿来！这我轮椅呢？
我们鱼干什么呀？破财、吐血、家破人亡，难道我们柳家真的遭天谴了？啊！柳家真的破产了！哎，我们快走吧！走吧！哎，大家别慌，至少还有林氏的百亿订单，只要有他在，不管我们柳家发生什么问题，我们都可以更上好几层楼的。还有侥幸心理呢！我告诉你，林氏的百亿订单没了，我说的，耶稣都留不住。京海林家大少林庭申道，是谁他妈在这嚣张啊？秦哥，就是这个臭道士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妄想着娶我，被我拒绝了以后，就开始满嘴胡说八道，诅咒我们全家。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放心，我替你做主啊。小子，挺有种啊，敢跟我抢女人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嗯，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。另外，别拿你的鼻孔瞪着我。你刚才不是叫嚣着要取消林氏集团给柳家的百亿订单吗？刚好，我在林氏集团负责的就是这个业务，你取消一个我看看。看你那个穷酸样，估计连手机都买不起吧？要不要借你个手机，装模作样打电话啊？没必要这么麻烦，只要你死了，林家的百亿订单自然就没了。怎么，听你这个意思，还想杀我？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不是不能，是没这个必要。你跟柳如烟在一起，就是逆天取死。更何况你现在已经印堂发黑，不出7日，必然横死。不出7日，必然横死。妈的，你这个死道士，你敢诅咒老子，老子今天弄死你！跪下！让你跪就跪，这么听话呢？给我上！再是神棍！出门带着这么一群废物，也配这么嚣张？废物，滚！好，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京海第一豪门大少的真正能量。龟叔，我在京海酒店被一个神棍打了，快过来帮帮我！哼，贵叔可是宗师强者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死！宗师，一个练武的，你也配拿来威胁我？好啊！好啊！林少把宗师叫来了，这小牛鼻子你必死无疑！贵叔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神棍打了我，快帮我废了他！这世上能废掉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你也是个武者，家里的长辈就没告诉你，宗师可敌千人，宗师不可辱吗？谁告诉你我是宗师，还宗师不可辱？哎呀，就算是你们武道的巅峰先天境，也敌不过我这一指。哼，那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比你的嘴硬。贵叔，就这么点本事，还敢在我面前喊打喊杀？宗师出手，连他的边儿都没碰到，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啊？贵叔，贵叔，贵叔！哎，你只有7天命了，还是夹着尾巴
好好享受吧。本少爷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种委屈，你等着，我今天一定弄死你！给我把家族所有宗师全部调来金海酒店！你确定现在就想找死？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待会儿10大宗师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死！一条臭鱼烂虾和一群臭鱼烂虾对我来说没有区别。够狂妄！给我上！把他碎尸万段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豪门底蕴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林老不是生病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为了见证林刘两家共同合作的？都怪这个孽畜毁了这庆功宴！如烟，抓住机会，快去扶林老！哎，别想着表现。我调了这么多宗师过来，肯定引起了老爷子的注意。他是想来看看在京海到底是谁敢忤逆林家。我最烦你们这种打完小的来老的，你们能不能一起上？我很忙的，我赶时间。臭道士，等我爷爷出手，我看你怎么死。好，我等着。林庭深，你居然敢对道长不敬，简直太放肆了！怎么，看见这个臭道士长了一张小白脸，动了春心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臭道士他打了我，他就是林家的敌人。还敢口出狂言，简直找死！爷爷，我这是在维护林家的颜面，他竟然打我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若雪呀，你怎么能这么打人呢？爷爷，是林庭深他冒犯道长，所以我才……爷爷，打这种畜生，要左右开弓。爷爷，下次呀，我一定左右开弓。还算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。林老，您错怪廷哥了，是那个道士先动手打廷哥，廷哥才生气的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人，竟然也敢对我们的救命恩人大不敬！救命恩人，金海林震天，拜谢道长救命之恩。起来吧，我也是看在你儿子孝心可嘉的份上，才丢给你一瓶药。道长，谢谢你的丹药，救了我爷爷。我们林家欠你一个天大的恩情。举手之劳罢了。我知道这药是老天师炼制的，但你能把药给我们呀？那我们林家也承这个情。那丹药其实是我随手炼的。啊，他炼制的？算了，这次就不揭穿他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你救好了我爷爷，那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爷爷，这个林庭深他出言不逊，应当责罚啊。万国，再去给我废了这畜生的一条胳膊，再停了他的所有零用钱。爷爷，我是您亲孙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太好了！还有你，我在来的路上就已经听说你们柳家的所作所为，我们林氏集团是不会跟你们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合作。百亿订单取消。林小姐，我们柳家已经风雨飘摇了，没有这个百亿订单，我们就会破产了呀！求求你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林小姐。就算是破产，也是对你们背信弃义的责罚。还有，只要我林若雪在林家一天，你就休想进我林家这个门啊！道长，你看我这样处理可还满意？就这样吧，反正两个将死之人，我也不愿跟他们一般见识。道长，您刚下山，没找落脚之处吧？不如到寒舍一叙，给老朽一个表达感激之情的机会。林家是南省顶级豪门，消息灵通，顺便了解一下赵家的情况也好。好，请。
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你们只有7天的时间可以活，尽快准备后事。哎呀，我去，完了呀！天哥怎么办啊？天哥，好丧的，我还没死，天塌不下来。扶我去包扎，再跟我去见一个人。事情办好了吗？出了点意外，还没办好。林庭深，知不知道本少为什么会屈尊见人？因为赵家要入驻京海，需要用京海第一豪门林家做跳板，但我爷爷那个老古板，他不肯当赵家的狗，所以你让我毒死他，我好掌控林家，做赵家的忠狗。知不知道没用的狗是拿来杀的？二少，我爷爷本来是要死了，可没成想半路杀出个什么龙虎山的臭道士，用什么九转大还丹又把他救活了。九转大还丹？难道是龙虎山那位老天师？不是老天师啊，是龙虎山一个扫地道士，叫叶星辰。叶星辰，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？好像在哪儿听过。他不仅坏了我的好事儿，他还对赵家出言不逊，说是见到二少您就要把您打成太监。混账！这是叶星辰说，不是我说的呀。不是你说的，本少就不能打你吗？小小的一个扫地的道士就敢辱我赵家，看来我赵家是时候在世人面前展示一下实力了。我要这个叶星辰死！二少出手，天下尽数在手。听说林若雪是京城的第一美人，事成之后把她弄到本少的床上，当个暖床丫鬟吗？是，二少。乖。小道长，我不想。那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世俗当中，你就称我为叶星辰就好了。叶先生，您对我林家恩同再造，今后若有差遣赴汤蹈火，我林家也在所不辞。老林，你倒是蛮有良心的嘛。人若没良心，那和禽兽何异呀？叶先生，你被刘家的贱人退婚，刚好我这孙女儿也算温柔漂亮，不如我把她许配给你为妻吧。老林，我刚说你有良心，你就要当我爷爷？爷爷，你怎么乱点鸳鸯谱啊？我不嫁啊！胡闹！叶先生这种人杰你都不嫁，你还想嫁给谁呀？不是，叶先生确实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但现在这个社会也不兴以身相许来报恩这一套了吧？他的命格明明跟赵家气运不合，却又纠缠不清，难不成最后的命运是被赵家逼迫结合？有点意思。反倒与我的命格是龙凤和鸣。我刚刚算了一下，林若雪的命格的确跟我十分契合，嫁给我也不是不行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你们就去领证吧。不是，爸，你怎么也叛变了呢？放心吧，我很旺妻的，嫁给我，我可以保你一世平安。这不是旺妻不旺妻的事儿，咱俩才第一天认识，我跟你又不熟。谁天生认识谁啊？慢慢处呗。叶先生既然对你满意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去和叶先生领证结婚，叶先生这孙女婿我是认定了。哎呀，爸，你放心，我亲自送他们去领证，顺便呢再给叶先生，星辰再准备一身新衣裳，这穿着道袍拍结婚照多不合适啊！哎，走。哎呀，爸，走。爸，我回来了。领证没有啊？哎呀，爸，
您看，这是什么？本来呀，民政局下班了，不过我找了人让他们加班。现在星辰已经是咱们的乘龙快婿了。好，太好了！孙女婿，快接着。谢谢老爷子。星辰啊，我已为你们准备了婚房，不过这婚房要收拾好，可能半个月。这段时间你们先住在这里，快上楼进洞房吧。啊，爷爷，我们才刚认识。正因为才认识，才要尽快接触嘛。快去，我还等着抱曾孙子，你们可要加把劲儿哦。哎呀，你们都已经是夫妻了，去吧。哎呀，走吧，你走。哎，快点，走。下去吧你。给你。你干什么呀？我还能干什么呀？你睡地下，我睡床上啊。分床睡？不是，那生不出小孩的呀。想让我跟你生小孩？死了这条心吧你。我可是有证呢。再说了，这不都是你爸爸跟你爷爷的意思吗？你还拿我爸和我爷爷压我。虽然你换了身道袍之后是挺帅的，但我也不是那种看脸的花痴，我才没那么肤浅呢。我还真没想到，你还挺有深度。那当然了，我向往的感情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而不是父母之命。而且你这种小白脸也不是我的理想型。哼，那你理想型是什么呀？对，我的理想型啊，就算不是天策战神那样武功盖世的英雄，那也应该是能比肩有女财神之称女首富何念安那样的商业巨子，你明白吗？巧啊，这两个人呢，我还真挺熟，都是我的徒弟。哎呀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天策战神和首富都是不世出的人才，怎么可能认你当师傅？我可是堂堂的至尊天师，收两个人杰当徒弟，那不是再正常不过了。我要是没看见你在那个龙虎山扫地，我还真就信了。谁规定至尊天师不能扫地的？哎，你之前说那个九转大魁丹是你练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拆穿你。强者的世界你不懂，没关系，我以后慢慢让你知道。我说啊，你赶紧睡觉吧，那梦里面呢，什么都有。他干嘛去？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岂能郁郁居人下？这句话是用在这儿的吗？我堂堂至尊天师，怎么可能睡地板？睡沙发。哎，你爱睡不睡，有多少人想睡我的地板，那还睡不着呢，没那荣幸。就是担心爸爸和爷爷起来后发现他在客厅，肯定会怪我的，肯定不是因为怕他着凉。不是，我看看去。他神神叨叨的干什么呢？该不会是在就科目3吧？哎呦，爷爷是给我找了个什么神仙老公啊？
喂，我说你昨天晚上神神叨叨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要修仙吧？世上哪有什么神仙？你要相信科学。科学？你一个修道的，跟我说要相信科学？你该不会是要考研吧？所谓天文地理、阴阳八卦，这科学跟修道本来就不冲突，都是探索天地奥秘，开发人类极限。哦，对了，老婆。啊，打住啊！你可别叫我什么老婆，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了都。你叫我若雪成不？不是，你这毛病你得赶紧改，毕竟咱们俩都领证了，不是？若雪，你对北方赵家了解多少？你打听北方赵家干什么呀？哦，你该不会是在龙虎山扫地扫不下去了，想跳槽到赵家去吧？哼，跳槽？我是想灭了赵家。灭了赵家？你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你快说，你真的是在开玩笑？你就当我是在开玩笑吧。希望你真的是在开玩笑吧。这北方赵家呢，可是顶级的古武世家，他们家不仅权势滔天，更是高手如云。听说光是顶级宗师，连双手都数不过来，而且赵家老祖更是超越大宗师的存在，他已经进入爆丹境巅峰了，还有大夏龙雀半身呢。大夏龙雀。星辰，记住，以后看到拿我们叶家大夏龙雀的人，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更不要去找赵家报仇，别把你的玉佩弄丢了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妈妈，妈妈！赵无极，北方赵家，你们之仇不共戴天！妈妈，这还是来晚了一步，没能救下叶家。无量天尊，孩子，你与我有师徒之缘，随我走吧。你别跟他们扯上关系，离他们远远的啊！喂？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我马上过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需要帮忙吗？公司的事儿，你帮不了什么忙，我先走了。你这麻烦真不小啊！是谁在林氏集团闹事？龙会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拿人钱财，受人所托。受谁的？什么所托？那你就不用管了。林若雪，把这份文件签了吧。股份转让协议？林庭生，你居然想让我林氏集团免费把股权转让给你？林小姐，今天这份股权转让协议，你要是不签，就弄死你！我爷爷已经醒了，我林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龙会长，他这是在威胁你吧？我还没把林震天那老东西放在眼里呢。来人，把那个小秘书的手给我废了！放开小沈！林小姐别着急呀，先废了他，下一个就是你。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？在南省13市，我龙首城说的话就是王法。我天龙会，那就是天！给我砸！不要！住手！我倒要看看这南省的天有几斤几两。叶星辰，你还敢冒头？龙会长，就是他，他就是二少爷要杀的那个臭道士，快杀了他！看来这是送上门来的功劳啊，小子，我给你个选择，要么自裁，要么我就派人送归西。
叶星辰，他是天龙会的会长，实力比我爷爷都强，据说都快到爆丹级了。你打不过他的，快走吧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叶星辰的女人不是想碰就能碰的。龙会长，看到了吧？这小子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啊！给你个痛快的死法，不要？那行，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灭了！你这么能打的吗？是他们太弱了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就这点实力还能称霸南省啊！有点本事，敢在我面前嚣张，那我今天就亲自送你归西。拿我的青龙刀来！陆会长，他是我的丈夫，你们要是敢动他一分一毫，林若雪一定倾尽一切跟你不死不休。那我就先杀了这个小白脸儿，再看看你怎么个不死不休法。我就怕你这刀还不够锋利。叶星辰，龙会长这把青龙刀是用天外陨铁制成，吹发可断，无坚不摧，分分钟就让你身首异处啊！来，往这儿砍，看能不能砍断。叶星辰，你疯了吗？龙会长，我要是你，我可忍不了，太嚣张了！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混账东西，你找死！找死！怎么回事？他刀枪不入的吗？不可能啊！青龙刀可是神兵利器啊！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呢？因为我练过金钟罩。那又如何？爆丹境之下，没有我一刀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如果有，那就3刀。你敢打龙会长？现在知道什么是恐惧了吗？跪下！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扇嘴巴！停！龙会长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别动不动喊打喊杀的，要知法懂法。明白。明白了，赶紧给我老婆道歉。对不起，林小姐。那我问你啊，这个股权转让协议书还用钱吗？叶星辰，你到底搞什么鬼？我告诉你老实点，要不然今天我非要把你过来。你让我过来就过来，我不要面子。天哥，将死之人，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在这跳什么脚？我警告你，你最好放开我！我现在是给赵二少办事的，他是北方赵家的嫡系子弟，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居然给赵家二少办事，你不知道他是要蚕食我们林家吗？你少给我提林家！你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跪在我的脚下，亲眼看着我夺走你的一切。赵家办事更得打。叶星辰，你完蛋了！赵家不会放过你的，不会放过我，是我不会放过赵家。回去告诉他，把脖子洗干净了，等着我来杀。赶紧滚！好，你就等着迎接二少和周家的怒火吧！滚！天哥，我们走，回去找二少来收拾他们。走。
龙会长，我刚刚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呢。这股权转让协议书还用签吗？不用了完全是误会林小姐对不住了，对不住，您大人有大量。既然是误会的话，那就算了吧。是李小姐，叶先生，那我可以走了吗？是。叶先生，感谢你的不杀之恩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如果遇到任何麻烦，随时可以找我。哇塞，刚才那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可是半部爆丹经的强者，居然被你严厉禁止。这么看呢，还挺有素质啊。我跟他说了几句，还真往心里去了。南省地下霸主有素质？那是你可能不了解他，说不定他私下里面还经常扶老奶奶过马路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啊，谢谢你来帮我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不应该去招惹赵家，赵家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去跟爷爷说，让爷爷帮我们缓和一下。这么在意我啊？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我才没有爱上你呢，别瞎胡说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叶星辰的女人不是想碰就能碰的。切，木头。我受不了了。叶星辰，你上来！干什么？上来，跟我去房间睡。我告诉你，你死心吧！我堂堂龙虎山天师是不可能睡地铺的。我没让你跟我打地铺，我让你跟我去床上睡。你想通了？想通了。我知道你躲不过这一关。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便宜你了，我还是纯阳之身呢。等着我。来吧。你脱衣服干什么？你睡觉不脱衣服吗？那也没必要脱得这么彻底啊。不喜欢脱衣服，那脱裤子呢？你个臭流氓！我说让你跟我睡觉，没说让你睡我呀。都一样啊。走开！你，我们俩说好了，你睡这个外边，我睡这个里边，这条线看见没？你要是敢超过的话，叫你好看。睡。我还以为你想通了呢。转过去。哎，说好的不过线呢。你不是说好了不过线的吗？你怎么过线了？大姐，是你过线了，你抱着我呀。这是我的床，要不是你翻了我的床，我想抱哪个布娃娃就抱哪个布娃娃。切！
喂，爷爷，行，我马上下来。爷爷让我们下去一趟，走啊！爷爷，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你跟我们说完林庭深这个畜生吃里扒外的事情之后，你爷爷就把他们父子给逐出族谱了。还是爷爷有魄力。有什么魄力？这不是遇到麻烦事了，来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明天赵氏集团要举办招商会，在京海挑选合作伙伴。这可就有意思了。这赵家一直想吞并我们林家，这个招商会恐怕是炒鸿门宴啊！爷爷，若雪啊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最好是不去？对，我们不去。这赵家权势滔天的，我们惹不起，还躲不起吗？不，这招商会我一定要去啊！你们不会以为不去就能解决问题了吧？星辰说的对，赵家既然已经发来了请柬，也就是说没有给我们拒绝的余地。看来呀，是不去也得去啊。那明天我亲自去。老爷子，您在家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带你们去会会他们。哎，叶星辰，你等等我！明天我也一起去，不能让星辰一个人面对呀。你一会儿进去之后，千万不要冲动，看我计划行事啊！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东张西望干啥呢？我在看这里的风水。不愧是京海顶级的酒店，风水不错，适合埋人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你该不会真的是来杀人的吧？放心吧，我可是守法公民，只杀畜生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咱们呢找一个小角落躲起来，当个小透明怎么样？哎，那比较好走。叶星辰，这里是赵家的招商会，谁允许你这个神棍进来？请柬让我进来的。这是给林家的请柬，你不过是林家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赘婿，没资格进来，给我滚！他是我林若雪的丈夫，凭请柬入场符合规则，凭什么不让进？倒是你，早就被我林家赶出去了，你怎么好意思来这会场呢？林若雪，把我赶出林家是不是很得意？我告诉你，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。哼，至于我是怎么进来的，把我现在的身份告诉他。霆哥现在是赵氏集团新的子公司云霆国际的总裁，也是这一次赵家招商会的项目负责人。叶星辰，你自己好好看吧，像你这种只会吃软饭的废物赘婿，我们霆哥有没有资格让你滚出去？你要是想留下来见见世面，也不是不行。来，跪下，把地上的水果吃完，我就让你留下。看来你是脸消肿之后，记忆跟着一起消失了。叶星辰，昨天赵家人没来，你打我；今天赵家人来了，你还打。那赵家人不是他妈白来了吗？王副会长，这里有人闹事儿。叶星辰，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要不咱们退一步海阔天空吧，别跟他们硬碰硬了。这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让我退一步，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林总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这个林家赘婿闹事还打我，现在赶紧帮我废了他！你是赵家的人？老子就是赵家的忠实合作伙伴，天龙会的副会长。这家酒店就是天龙会招的，敢在这里闹事，就是找死！王副会长，你别乱来，你们会长可是给过我丈夫名片的。荒谬！他一个小小林家赘婿，有什么资格拿我们会长的名片？给我上，打断他的手脚！我今天是来找赵家算账，看在龙守成很识相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滚出我视线的机会。原来你还是个武者，怪不得这么嚣张。今天我就亲手废了你，让你知道天龙会不可辱。出手！出手！爷爷，林震天，你要为了这个赘婿跟我天龙会作对？王副会长，京晨是我林家的女婿，不是什么赘婿。我不管那么多，总之他今天动了我天龙会的人，今天就要废了他。王启年，你不要以为我们林家是软柿子，不要太过分。今天我就过分给你看！这小子我吃定了，耶稣也留不住他。这话如果是龙守成说的，我可能还有所记得，但你区区一个副会长，还有资格这么猖狂吗？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居然还敢和王副会长大呼小叫啊！今天就连你一块儿废了！你这个孽畜，我可是你亲爷爷！哎，怎么还想打我？我告诉你，老子现在是赵家的人，你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把你骨灰都给你扬了！打你个不孝的畜生！不用我亲自动手。爷爷，王副会长，快把他们都给我杀了！既然你们为了叶星辰对抗我们天龙会，今天把他连你们一块儿给废了！龙守成都不敢在我面前放肆，你敢在我面前喊打喊杀？王启年，躺在地上干什么？会长，你可来了！有人打我，还敢对抗我们天龙会？敢动我天龙会的副会长，根本就不给我龙守成面子是吧？会长，就是他，是他打的我。看来林家今天要与天龙会拼死一搏了。今日就将你们在场的所有人挫骨扬灰。叶先生，会长，会长你怎么了？我扶你起来。滚！地上凉，起来说话。谢谢叶先生。你刚才说要把我怎么样来着？我好像没太听清楚。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就别说您对付天龙会了，就算让我把天龙会就地解散，我都没有怨言。这龙守成为什么这么畏惧叶星辰啊？之前就是这样的。那个龙守成好像叶星辰说什么他都听，甚至还给他一张名片，说什么感谢不杀之恩。可是你的手下在我面前喊打喊杀，这不是误会吧？好办，来人，把这个王启年不长眼的狗东西拉出去，打断狗腿！
会长，会长饶了我，会长，会长，会长！你，林庭深这个狗东西，是不是对您不敬啊？我现在就打断他的狗腿！陆首长，你敢？我可是赵二少的人。若是赵二少在这里，我还惧怕他3分。但是你只不过是赵二少手下的一条狗而已。想想，他会为了一条狗和我撕破脸吗？你们敢这么对我是吧？等赵二少来了，把你们全杀了！赵家二少，赵伟国到！二少，天龙会的人勾结林家，准备反了你们赵家，而且龙首长还打了我，这简直就是不把赵家放在眼里啊！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滚一边去！看表演！欢迎诸位来到我们赵氏集团的招商会。今天是我们赵氏集团选一位合作伙伴，全权负责我们在京海的业务。二少选我秦威集团出资10亿拥护赵家，我们鸿盛集团出20个亿，请二少给我们一个机会。反正咱们也不跟赵氏合作，咱们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。来都来了，不拿点他们赵家的利息，怪过意不去吧？大家的心意我都感受到了，经过我们综合决定，我们决定选择林氏家族为我们的合作伙伴。林家主，你们林家可是全场最大的赢家，赶快签字吧。合同都准备好了，行啊，我看看。那你可得好好看清楚。赵氏集团旗下子公司云庭国际，以1亿元全资收购林氏集团100%股权。依你们赵氏开出的这条件，跟不花1分钱就收取林氏全部的股份有啥差别？那区别可就大了。不花钱拿下林氏集团，那叫强抢。我们赵家虽然势大，但也是懂遵纪守法的。10年过去了，赵氏集团增长了，无非就是又当又立啊！林若雪，你以为把我逐出家门，林氏集团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？告诉你，那只会是我的。你们赵家是要逼死我们吗？林若雪是吧？不愧是京城的第一美女，果然与众不同。这样吧，今晚你要是把本少伺候开心，我答应把你林家的固定资产给你留1%，怎么样啊？你给我放尊重点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你个狗东西，还想碰我老婆？还有你们这个强买强卖的破合同，你敢？这上面有我赵家的公章，代表了我北方赵家的意志。赵氏的意志，对我来说，狗屁都不是。辱我赵家，你找死！我不愧是赵家嫡系，才20几岁就已经宗师巅峰境界，这难道就是北方赵家的底蕴吗？爷爷，你快救救星辰啊！区宗师巅峰，不过是蝼蚁罢了。太好了，叶星辰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然连二少都敢拉，今天死定了。刚才我还真担心二少被那个林若雪贱人给迷住，现在好，赵家一怒伏尸千里，到时候京海
就是我的天下。你真棒！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冲动了？不，我也想打他。我准备好了，我要和你一起经历这场狂风暴雨。这算哪门子狂风暴雨？你在旁边看着，我怎么收拾他们赵家？我长这么大，本上第一次有人敢打我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二少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还请你能高抬贵手。林震天，我要杀的人你都敢保，看的是我赵家的刀，不利吗？赵家的刀立，但星辰是我林家的女婿，林家不得不保。好，看来林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二少，这可是南方，给我龙首城一个面子，此事到此为止。你龙首城在南省算是个狠人，但是在我赵家的眼里，你连狗都不如。既然你想保这个叶星辰，那你就跟他一块儿去死吧。今日天龙会与叶先生共进退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溅你赵家一身血。两个大宗师就敢叫嚣着我要杀的人，把他们跟这个叶星辰一块给我杀了！这就是顶级古武势力的实力吗？随便一出手就是10个宗师。叶星辰，你死定了！好啊，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，在你们眼里神一般的存在，是被我如何死死踩在脚下的。你的四哥，保护小姐离开。爷爷，我不走，我要和你们一起面对。你不是武者，要留下，我们还得分神照顾你。快走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先走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还有你，我在家里等你回来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年纪轻轻就变成寡妇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把那个女人给我抓回来！星辰，敌人太强大，待会儿形势不妙的话，你先趁机离开，带着若璇远走高飞。老爷子，我出手，您放心。林震天那条老狗都只有挨打的份儿，你出手有个屁用！给我上，打断他的手脚，我要一点一点的折磨死他！就这几个蝼蚁，还想打断我的手脚？一声吼就是10个宗师重伤倒地。星辰，你到底有多强啊？仙人之下我无敌，仙人之上我亦无敌。打败了几个废物，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。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强者。给我上！这4人已经到了半步爆丹境的境界，就算是1对1，也不是他们的敌手啊！那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必死无疑。老爷子，有我在，你放心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败的？这难道是叶先生出的手吗？这怎么可能？4个宗师就这么倒下了？邪了门了！邪了门了！不是要断了我的手脚，不是要让我生不如死，怎么走了呀？爸可是赵家的家主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定会让你挫骨扬灰。放心吧，你爸也在我的死亡名单里。你，星辰啊，赵伟博是赵东来最疼的儿子，他要是死在你手里的话，那赵家将彻底和我们不死不休啊！
是啊，叶先生，赵家麾下的武王殿，光宗师境界就有不少人，就算你再强，也难以敌手啊！听到了吗？你要是敢动我爸必定让你满门灭亡。放心吧，你死以后，我很快就会灭了你们赵家满门。不过你要记住，灭你满门的人是叶家叶星辰。叶家，你是叶家的余孽。没错，你们赵家灭我叶家满门，我要你的命，不冤枉吧？不，给我个机会，我还能做个好人。你给我个机会，我做个好人。放心吧，你走之后，赵无极马上就会去陪你。仇家一怒，伏尸千里。今天林家彻底完了呀！叶先生，你太冲动了，赵伟波他杀不得呀！整个赵家都是该死之人。二少，没事吧？你醒醒！啊，没劲啊！你竟然杀了二少，你怎么敢的呀？回去告诉赵东来和赵无极，我叶家10年前的灭门血仇，我叶星辰回来报。韦伯是谁杀的？二少是被叶星辰杀的，他还让我转告你，说是10年前西南叶家的叶星辰来报仇了。原来是叶氏余孽，还有林家和天龙会，如今都和叶星辰有勾结。赵东来对天发誓，我要用他的鲜血告慰我儿的在天之灵。若为此事，犹如此悲。来人，以我的名义发布王令，命令武王殿3万宗师强者全部赶赴京海，杀叶氏余孽，灭林氏满门，屠天龙会。是。叶星辰，爷爷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好着呢。你们是怎么解决的？赵家怎么会答应放你们回来呢？解决不了事情，就把引起事情的人解决掉。什么意思？我把赵伟博杀了，啊，就没有人阻止我。哎，一个赵伟博而已，至于害怕成这样吗？而已？那可是赵家二少啊！你把他杀了，整个赵家都会出动的。插播一条紧急消息：隶属赵家的武王殿突然精兵进发，3万宗师集体赶赴京海，疑似有大事发生。赵家的武王殿出动了，这是雷霆震怒啊！3万宗师啊，这么大手笔吗？难搞了。你现在知道怕了，该怎么办？来得及吗？没在怕的，只是有点麻烦而已。毕竟3万头猪处理起来也要3天3夜，干脆交给萧天策去处理吧。毕竟这种蝼蚁一般的宗师，我也懒得打。萧战神可是麒麟殿的创始人，那是大夏第一祖师，你凭什么调动他啊？拿着这个去麒麟殿京海分部，萧天策自然会派人来支援。不是，拿着这么个手办就能调动麒麟殿京海分部，你这话谁信啊？我信。那这就叫引魔，你跟我岳父好好学学。爸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也跟着胡闹呢？星辰的话我信。若雪，现在我们就去麒麟殿京海分部请救兵去。走。不是爸，哎，走。爸，爸。
哎，就这儿了。叨扰。来人止步！今日麒麟殿不对外开放，赶紧离开。叨扰了，我来求见麒麟殿京海分店负责人谢提督，麻烦二位通报一声。谁要见我？哎呦，谢提督，我是京海林家家主林万国，今日前来是有一件事想。今天萧战神要来我们京海分部视察，我没时间和你们多说，现在马上给我离开。谢提督，其实我是来求助的。您看，我还带着麒麟殿的信物。这玉麒麟，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实不相瞒，这件信物是我女婿叶星辰给我的。好啊，你们假冒麒麟殿信物就算了，居然还敢来麒麟殿分店招摇撞骗，分明是不把我麒麟殿放在眼里。来人，在，给我拿下！是，不是。爸，我就说不应该相信叶星辰吧。谢提督，要不您再好好看看，这个信物不可能是假的。再说，我女婿更不可能骗我呀。我什么身份？麒麟殿的信物，这破玩意儿，一摊上10块钱能买一件，还想骗我？哎呀！嘿，这破玩意儿还挺结实哎！给我拿大锤来！不信这个邪了！谢提督，这可不能砸呀！这是麒麟殿的信物啊！我先砸了这破玩意儿，再来砸你这个骗子的脑袋！住手！住手！小尉，你要造反吗？萧战神，您来了！我在处理一起诈骗事件，未曾远迎，实在是恕罪。闭嘴！骗无辜的东西！宋林府的人呢？快带我去拜见！拜见？这破玩意儿啊不，这林符是这2位送来的。把人放了！没事，爸爸。没事。这林符你们是从何得来的？这灵符是别人给我们的，说是可以调动麒麟殿的天策军对抗武王殿，保护我们林家。你们要从麒麟殿调多少人？可以调兵吗？原则上是越多越好，但如果不方便的话，1点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麒麟殿10万精锐宗师可进出。这权力这么大吗？他比你想象的权力更大。太好了，星辰总算没有骗我们了。林小姐，尽管放心回家，有我麒麟殿在，他武王殿不敢动你们分毫。太谢谢你们了，萧战神，您可真是我们林家的大恩人哦！我这就回去给老爷子报喜去。谢谢，谢谢。萧战神，咱们真要为了这林符去和武王殿为敌？这林符是我给师尊的信物，见林符如见师尊本人，你敢冒犯他们，等着受罚吧！下战神令，麒麟殿10万宗师即刻集合，奔赴京海。你回来了。叶星辰，我们得好好谈一谈了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刚才我和我爸去了麒麟殿分部，把玉麒麟给了萧战神，萧战神也确实答应给我们调人。可是我爷爷担心武王殿会随时派兵，我们来不及应对，所以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准备把我送出国，躲避纷争。所以，你今天是来和我道别的？不，我不是来道别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面对。你不是一直认为我没有办法摆平赵家吗？既然有机会怎么，为什么不留？那谁让我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呢？我总不能大难临头各自飞吧？好，既然不走的话，就好好留在家里面。哪怕是麒麟殿的援兵不能够及时来，我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武王殿，只不过稍微麻烦了些。
好了，我都已经认命了，这辈子呢就这样吧。下辈子我希望不要和你再做夫妻了。等我报了和赵家的血海深仇之后，我就会让你们林家成为大夏第一豪门，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女人。相信到那个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希望生生世世跟我成为夫妻喽。有一说一哦，我真的觉得你的心理素质很强大。要不是你得罪了赵家，我真的觉得你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。叶星辰，我是北方赵家家主赵东来，我在东郊陵园等你。1个小时之内，如果你不来，就让整个京海翻天覆地，血流成河，全城的人为我博儿陪葬。怎么来的这么快？怎么办？怎么办了？怎么来的这么快？怎么办？怎么办了？阿涛，来，对了，这是所有的钱，你拿着，快跑，快走！这为什么要走啊？赵东来了，我正好向他们赵家收取一笔利息。你收个鬼的利息啊！他武王殿3万宗师，而且赵东来都亲自来京海了，你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？赵东来可是进入爆丹之境的强者，爆丹剑神，金刚不坏啊！剑神金刚不坏，剑仙就是指头的。更何况我如果走了的话，那京海100万豪人怎么办？有关方在，赵东来他不敢屠城的。至于我们林家，可以躲到城主府去，就算付出所有的金钱也没关系的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杀了赵玮博，他一定会要你的命的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算了，不想跟你聊这个。你在家里等我啊，我去取赵东来的人头回来。赵东来，听说你在找我。哼，叶星辰，是我。10年前让你侥幸逃脱，你没有躲起来苟延残喘，跑出来将我儿子残杀，知不知道？现在就想将你碎尸万段。你想，不代表你有能力做。看见没？我们赵家武王殿出动了3万宗师，还有我，爆丹境强者亲自出，将要屠灭整个京海，只是分分钟的事情。你觉得我没有这个实力将你千刀万剐吗？一群蝼蚁聚在一起，也抵不过我一支箭。真是狂妄！来人，上！让他见识一下我们赵家的实力。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麒麟殿，弟子萧天策拜见师尊。拜见叶先生。起来吧。呵呵，天策战神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天策战神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赵家仗着人多，欺辱我萧天策的师尊，当然要来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个叶家的余孽怎么能是天下第一战力麒麟殿的师尊？天下最年轻的无敌战神萧天策，怎么可能是他的徒弟？你干得不错，短短5年时间就把麒麟殿发展得风生水起。多亏师尊悉心教导，麒麟殿才会有今天高手众多的场面。不过以你本人而言，你确实有点懈怠。都已经5年时间了，你才从一个普通人晋升到了爆丹境中期。以后别说我是你师尊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只花了5年，就从普通人变成了爆丹境中期，还要挨训，太畜生了！弟子惭愧，让师尊失望了。师尊放心，今天处理完赵东来，弟子一定闭关苦修，给弟子1年，不，半年，弟子就能踏入先天境。起来吧。哎！我和你们说话，居然当我这个爆丹境是透明的吗？师尊，赵东来狂妄至极，今天就让弟子代劳，将他斩杀。哈！将我斩杀？
你也有这个实力。我背后有10万宗师，那阁下如何应对呢？对，你的背后有10万宗师，而我的背后有整个赵家。我的父亲现在已经是武道极致的存在。怎么，麒麟殿想与我们赵家不死不休吗？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，为我师尊报仇雪恨，看他赵无极能奈我何！好啊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嘿嘿。小天策，我服用你的爆丹之后，现在我的功力已经大涨啊！想来跟我一试吗？只不过靠吃药达到的伪先天境而已。今日便替师行道，拿下你这孽畜！好，那我就先灭了你，然后再将这个家伙扒皮抽骨。呵呵，不堪一击！师尊，顶不住了，快接手啊！区区一个伪先天境就能让你败下阵来，真是让我丢人。师尊，你说的倒是简单，那好歹都是个先天境啊！哎呀，丢人啊！好啊，那就先灭了他，再要了你的命，受死吧！雕虫小技，也敢班门弄斧！剑来！主人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们一起来报仇雪恨。好，投降，或者死！我投降，给我拿下！是。萧天策，弟子在。赵东来的头由你亲自送到赵家去，并告诉他们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后面他的所有嫡系，我都会一一消灭，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是。爸妈，还有10年前我叶家枉死的英灵们，叶家不孝子孙叶星辰已将我传家宝大夏龙雀夺回，并斩杀了赵家嫡系父子。可是这些都还不够，我要让赵无极死无葬身之地。叶星辰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！我当然没事了，你哭什么？我没哭，你还说呢？你把我一个人弄睡着了，你真想让我当寡妇呀？若雪，大敌当前，儿女私情先放一放。哎呀，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和他是被迫联姻的，哪有什么儿女私情？那你刚才又哭又闹的？谁又哭又闹了？我是因为你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，所以我才愤怒的。对了，星辰，赵东来和武王殿的3万宗师呢？赵东来死了。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赵东来可是爆丹境的后期强者，怎么可能被你杀了？就这么一剑被我杀了，尸体就在那儿，你们刚刚踩到他的衣袖了。真死了个人！这是赵氏家族的族长姓翡翠戒指，这尸体真是赵东来啊！意思是说，
赵东来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来景海找你，结果就被你砍掉头了。我还真是嫁了个绝世老公啊！我说过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你以为我开玩笑呢？父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和弟弟报仇。废物！大圣饶命啊！大圣，家主的死都怪叶星辰，都怪麒麟殿和萧天策，真不怪我，真不怪我。当务之急是给家主报仇，我还有用，我可以给您提供情报，我可以帮您报仇啊！闭嘴！回忆。你心性浮躁，以后如何掌管赵家？爷爷，你成功突破了！老夫已入先天之境。爷爷，父亲他被人杀了，武王殿全军覆没，恳请爷爷出手诛杀天策战神，荡平荆海，为父亲和弟弟报仇。报仇不急，起来吧！你们都给我退下！官方宣布，3日之后要举办升龙大会，册封新的帝师。我现在正在筹备夺取帝师之事，待我成为帝师，便可受龙脉，受国运，俯瞰天下苍生，为我赵家再续100年光辉。爷爷，您现在是先天境界，先天一气，舞动乾坤，这帝师之位，非您莫属。不然，至于那位龙虎山新任至尊天师，那便是老夫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了。传闻中，那新上任的至尊天师，又是一剑拦江，又是飞天遁地，玄乎的很。可这毕竟是传言呐，谁也没见过，很有可能是龙虎山为了壮大声势，夸大其词罢了。他要真这么厉害，这帝师之位不早册封给他了？你分析的不无道理，毕竟老夫现在是先天境的存在。那位至尊天师要是真的在升龙大会上与老夫竞争，那我有能力让他是有来无回。爷爷威武！既然这样的话，咱先不急着对麒麟殿和叶家余孽进行报复，先在商业上对他们进行打击。就这么定了。3日之后，待我成为帝师，不管是叶家余孽还是天策战神，到我手下都得灰飞烟灭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爸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赵家调动了2000亿的资金来打击我们的产业，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！我原以为赵东来的死能让赵家内乱一下子，谁成想他们的打击报复居然来得这么快。其实赵家真正的核心从来不是赵家的赵东来，而是赵家的老祖赵无极。只要他不倒，赵家就稳如泰山。赵无极出关了，突破到了先天境界。区区一个先天境界而已，压力不至于这么大吧？就连我都知道，先天境界，先天一气，五破虚空，你管这叫而已？什么先天一气，什么五破虚空啊，在我这儿都是蝼蚁。你以为我们有了麒麟殿就可以什么都不怕了吗？赵无极只要突破了先天，麒麟殿挡不住的呀！麒麟殿只怕不敢挡。刚收到消息，3天之后官方将举办升龙大会，赵无极这个无敌人
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被封为帝师啊！完了，赵家已经强大到让我们绝望了。如果再出一个帝师的话，那林家就在这个天下再无立足之地了。把心放肚子里吧，他当不了帝师。叶星辰，这个事儿你不要掺和进来了，一切让我处理行吗？师尊，您方便出来见我一下吗？有重要的事跟您商量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行了，别净自己吓自己了，我出去忙点事儿。师尊，赵东来的人头跟您的话，我已经送到赵家了。这种小事儿你电话里跟我汇报不行啊？干嘛非得把我叫过来？还有其他事，国主知道您已经继任至尊天师了，所以3天后要举办升龙大会，册封您为新任帝师。帝师？哎，还是躲不过呀。成为帝师能镇守龙脉，掌控国运，才能成为真正的万人之上啊！他赵无极做梦都想当，可师尊您怎么……我的格局是赵无极那种货色能比你的吗？你说的这些，即便我不当帝师，只要我想要，我也可以得到。唉，于我而言，帝师只是个虚名罢了。你是不知道，你师祖在当帝师的时候，默默付出了多少。罢了，谁让我答应了你师祖要肩负起匡扶天下的责任？回去告诉国主，这帝师我当了。太好了，师尊，这是升龙大会的请柬，您可以约跟您相好的林家，还有天龙会一起赴约，共同见证您的荣耀时刻。找人帮我送过去吧。好，你退下吧，我喝点茶，自己安静待一会儿。师尊，还有一件事，小师妹她回国了。小师妹她回国了。这个逆徒他回来做什么？大师兄，是我生你出去呢，还是你自己出去？小师妹，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。师尊保重，弟子告退。小天策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师尊，好久不见呢。师尊，你跑什么呀？念安，你既然都回来了，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为师好去接你不是？师尊，我要告诉你我要回国，恐怕你连夜跑到龙虎山躲起来了吧？荒谬！哎，为师是什么境界？先天境武者，岂会怕你不成？哎呀，你怕什么？男女之间授受不亲，你别太放肆啊！那你怕什么？脸都红了，恐怕心跳加速了吧？为师一心向道，两眼空空，无所畏惧。心跳加速是因为天气太热所致。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你若睁眼看我，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你若想做，为师让你便是。师尊，你以前总是用一心向道、杜绝男女之情的借口来搪塞我，可现在你已经出山，进入红尘之中，甚至已经娶妻，为什么偏偏就是不能选择我？我真的那么差劲，入不了你的法眼吗？不是，念安，你不差劲，你很带劲，可是这不是带劲不带劲的事儿啊！你我之间只有师徒之缘，没有夫妻之缘。可明明是我先遇见你，先喜欢你的，这都不是先来后到的事儿。念安，你要放平心态，接受现实啊！两眼空空。师尊，我就不信你和那个林若雪之间的夫妻之缘就那么牢不可破。算出来了，爸、爷爷，至少需要3000亿现金，才能把林家的产业盘活，对抗赵家。你说这要是3000块该多好，可是这要3000亿的现金，就算把我卖了，那也凑不齐呀。做好一无所有的心理准备吧。爷爷，
什么？真的吗？让若雪去谈？好，知道了。爸，怎么了？星辰集团的总裁找到我们，说愿意给我们投资，来应对赵家的打压。星辰集团是那个女首富何念安的星辰集团吗？不过他们有一个要求，说让你自己过去面谈细节。行，那我去见见她，正好我也想认识一下这位传奇的商业女王。何总你好，我是林氏集团的林若雪。我调查过你的资料，坐吧，一边喝茶一边聊。谢谢。林小姐果然是倾城绝色。这位商业女王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癖好吧？听说何总你想投资我们林氏集团？没错，如今你们林氏集团被赵家打压，放眼全球，也只有我何念安有胆量和实力投资你。那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帮我们吗？你错了，不是帮你，而是我跟你谈一桩生意。这是价值5000亿的投资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帮你扛过赵家的压力，甚至还帮你在商业上给赵家沉重一击。你想让我答应你什么条件？别紧张，我的条件并不过分，甚至是奔着双赢去的。我知道你和叶星辰之间的婚姻不过是媒妁之言，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所以让你们离婚，你应该感觉到解脱吧？你要花5000亿买我的老公？你要这么理解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林小姐，现在你只要点个头，就能拿到5000亿的投资，而你失去的不过是一段表面的婚姻罢了。这个头，我是不会点的。你认真的吗？你要知道，你们林家之所以被赵家打压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叶星辰造成的。林家和赵家闹成现在这个局面，确实和叶星辰脱不了干系，但归根结底还是赵家欺人太甚。如果我也和他一样身负血海深仇，我也一样会报复赵家的。你就不再多仔细想想？这可是5000亿啊！不管是5000亿，还是5万亿，我都不会出卖我的婚姻的。何总，谢谢你的茶，再见。你就不怕我拿着5000亿去砸叶星辰，让他主动提离婚？到时候你可就什么都捞不到。如果你真的能用钱让叶星辰低头的话，现在也不用再来找我了吧？好，你赢了。这投资合同你拿去吧。可我并没有答应你的条件。这投资合同可是无条件的。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3天之后你会知道答案。谢谢。真是个让人嫉妒不起来的幸运啊！爸，爷爷，我拿了星辰集团5000亿的投资。这么大的好事，你们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激动啊？哎，升龙大会的请柬到了，估计是赵家特意派人送过来，这分明是催命符啊！哎，不至于，这请柬啊，是我让萧天策送来的。怎么可能？现在赵家全是能人异士的，萧天策唯恐避之而不及，怎么可能送请柬呢？你这说胡话的毛病真的得改改了。哎，该忙什么忙什么，反正3日之后的升龙大会，我是一定会去的。到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何念安跟你到底什么关系？我不是说过吗？他是我徒弟啊，怎么又问？徒弟？徒弟会让我跟你离婚？纯粹你和他，而且那个星辰集团，我之前以为是巧合呢。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还有这事儿？你这是吃错了？别乱说话，我才没有呢，我一点也不在意，不在意。今儿这大喜的日子，老爷子怎么没来？他和龙会长在机场已经准备好了。昨天他们准备了一辆私人飞机，只要赵无极确定能成为帝师，我们趁他庆功宴的时间一起出逃。
我就说嘛，这俩人整的神神秘秘。哎呀，算了，没来就没来吧，只能说他们错过了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。臭道士，今天是天龙会，谁让你进来？我如果不来，这升龙大会就没办法进行下去。你越发不要脸了！册封帝师的升龙大会，你不来还不行吗？怎么？难道你是帝师？7日时限已到，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，我不跟你们废话。别去。大少，这就是你要找的叶家余孽。旁边站着的这个是林若雪，那个是林万国。原来是叶家余孽和林家的人，杀我父亲和弟弟，现在还敢站在我面前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赵伟业，谁给你的权利在这升龙大会上对我师父发号施令的？师傅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死缠烂打，跟了我1年。身价万亿的传奇女首富何念安，竟然是叶星辰的徒弟。你们竟然相信叶星辰的信口雌黄？你什么意思？越有钱的人越信神佛。何首富肯定是去过龙虎山，看到叶星辰这个扫地道士，客套的称一句师傅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们竟然把这个当回事儿！如果真的是这种师傅，那他为什么会对叶家余孽记得那么清楚？估计是看他长得好看，何首富喜欢小白脸吧？你不会真相信了吧？何念安，你当真要为了这个小白脸和我赵家不死不休吗？叶星辰是我的授业恩师，没有他就没有我何念安的今天。星辰集团的万亿资产不过是我帮师傅代为掌管吧。我和你赵家本就是不死不休的立场了吧？是你的授业恩师，星辰集团也是你的，你能叫他什么呀？天文地理、阴阳八卦，基本上什么都教了一点。师娘，你可要努力哦。只要墙角有一点缝隙，我还是会继续挥起锄头的。我是不会给你机会的。念安，动用一切资源，全力打压赵家的一切产业。师尊放心，1个小时之内，赵家的所有产业都会跟您姓叶。狂妄啊！是谁要夺我赵家的一切呀？叶星辰，赵家的老爷子来，你这次死定了！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赵老太爷可是先天境武者，现在看你怎么打。赵无极来了，咱们别冲动。说得对，不能让他这么舒服的死，我要让他感受到绝望和痛苦。也就是10年之前叶家的漏网之鱼吧。今天既然来了，命给我留下。没想到你还上赶着送人头。赵无极，这升龙大会还轮不到你来耀武扬威。萧天策，杀了我的儿子，还胆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？你当本座是你捏的不成？我来是带着初代帝师画像，完成帝师册封仪式。也罢，在本座成为帝师之后，再来找你算总账。你也配成为帝师？这天底下只有我的师尊才是帝师的不二人选。师尊？他是谁？弟子萧天策拜见师尊。起来吧。谢师尊。萧天策居然也是你的徒弟，你没有骗我。从来就没有骗过你。他怎么可能是天策战神的师傅？他不是龙虎山的一个扫地小道士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算你是萧天策的师傅，又能怎么样？帝师册封仪式必须经过初代帝师画像的允许，是他萧天策能够左右的。看你这自信满满的样子，好像认为自己真的会得到许可。本座已经到达先天境，能够吸收先天之灵气，为我所用。通过考验，易如反掌。好啊，就让他来试试。帝师候选人可以释放自身真气，对着初代帝师画像3作1，若是得到认可，画像会绽放灵光，以灵光长度
来做最后决选。帝师之位，本座当之无愧。本座先来。初代帝师画像，并冠你绽放超过3米，也得到初代帝师的认可了。爷爷，您是帝师了。难道我们就躲不过被赵家灭掉的命运了吗？你们竟天真的以为叶星辰能抵挡得住赵家？你们这群蠢货，就跟着叶星辰一块去死吧！你别忘了，你也姓林。林家是霆哥的林家，这2个人渣今日就是他们的死期，没必要跟他们置气。快把帝师之印给到本座，完成仪式。站着！你没资格当帝师，也没资格拿帝师印。初代帝师画像已经认可了本座，还嘴硬，等本座成为帝师，再来找你算账。不是已经得到帝师画像认可了吗？怎么被击飞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帝师之印为什么抗拒本座？那是因为初代帝师有眼无珠才会认可。若雪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认领一下帝师，顺便帮你拿个帝师夫人的头衔。叶家余孽，你想干什么？拿帝师印当帝师。帝师之印已经抗拒本座，你是痴心妄想。印来。帝师印怎么会这么听他的话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乃当代真仙，龙虎山新任至尊天师，可护佑大夏星辰太平万万年。就算是历代天师加在一起，也不敌我一根毫毛，所以是当之无愧的帝师。这不可能！世上根本就没有神仙，这帝师之印分明是萧天泽带来，他从中做了手脚。手脚？什么手脚能让一个先天武士倒地不起？不管怎么说，没有初代帝师的认可，这就不合规矩。我当帝师不用别人认可，也没有人敢不认可。放肆！你这么说话，是不把初代帝师放在眼里？你有眼无珠，为赵无极领路。我说你不敢不认我这帝师，你可不服？你对赵家这么横也就算了，对初代帝师也这么凶，万一初代帝师怪罪下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初代帝师显灵了，你这回彻底完了！彻底的谎言惹怒了帝师，你完了！你敢不服？仙师在上，在下不敢不服。这万里山河有仙师庇佑，当万万年无恙，吾安息也。我居然找了个当世神仙当老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吾为帝师，代天责法，赵家惨无人道，天地不容。除赵无极之外，一系当诛。灭我赵家满门！今天不管你是什么神仙，我要诛仙！你之所以没死，是因为你是杀我叶家全族72人的罪魁祸首，你当死无葬身之地！去死！天神上，化为天雷，煌煌天威，现已至！
爸，汉泉族人，我已经灭了赵家一族，赵无极已经灰飞烟灭，相信你们可以安息了。我错过了成为神仙夫人的机会，我是世界上最蠢的女人。她是神仙，她的话肯定不会有错。难道我真的要死了？什么？我们家坍塌了，所有人都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帝释、天使、真仙，我求你了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真仙，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是炎柱瓦髓？这可不关我的事儿，这是天谴。若雪，这个给你。我说过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我做到了。